給咪給叫給一給咪給必給創。哇 ，rapper， 怎麼解？哦，係去菜市場買東西嘅經驗，俾阿婆同我講。阿媽咁係健康，你們都是阿婆哎。係種糖肉人家嘅話。哦。平常默契好嗎？自我感覺良好。大天發正，第二大 V 其實大鼻癌。你吃好幾天了？上禮拜就同佢吃那個米線，還好。佢都係國家嘅酒。我會酒哦，果糧也係嘛嘅。唔好，果糧咩好啊？成本貼果啊！萬年糕好爽誒，思維讀書。客家後生。啊，厲害哦，馬介思維哦。今年來到現場，我大家講，都係客家後生，都係當厲害嘅來賓，用格殺哦。哦，真嘅呢，哎，而且後給他就懂斜槓。哎呦，比薩斜塔還先用格殺。給他就唔單槍一紅厲害耶，他們至少每個人至少有2樣專業。哇，今天兩組的來賓哦，應該係講2項以上哦，太謙虛。3、4、5、6、7、8項，譬如講風吹，從散購沒曉。對，還有客家的龍頭，最重要是他什麼跆拳道。哎呦，不要惹不起呢。他待會是用腳煮菜的。哎呦，師傅又躺得到哦，攬出厲害了。直接去那裡治療。職能治療。對，職能治療。職能治療哦，職能治療扣分哦哈。接下來華陽的主廚給妹懂厲害，因為每一位主廚都至少斜槓2個菜系以上。好，等一下自我介紹了一下。馬松社的華陽隊，你阿牛韓師傅。大家好。菜系2項講出來一下，客家料理，還有西餐，西餐，哦，西餐啊，會西餐，西餐，你應該是客家料理啦，法式料理更漂亮啊。對了，你是善行，對啊，智慧與美麗的擔當，對啊，按自細。好，3號來分享到係美婦從燃到機係盧準備盧師傅，大家好。2項來小介紹，2項客家料理挺好嘅，還有個從頭來創意料理啊，歷史中甜點你也很強啊，日本料理你也很強啊。馬上來分享到你鳳吹參水炸，係來自桃園龍潭嘅兩字，哎呦，分享到麗萍姐老朱妹妹妹。歡迎，跆拳道惹不起係蠻煙。哎呦，2個就款進出咧哦。這樣2兄弟姐妹吧？係啦。媽媽好年輕。我300年沒看媽媽化妝。這麼老。她好幾次啊。好幾次。今日做主持啦，今日節目效果擔當是告不一了哦。好，3號的款下拉出的鴉片哦，來自南部的熱情，屏東內埔婦女黨林玉紅、林思怡。大家好，放羊。好可愛哦！職能治療師就是我們主持人思怡嘛。就宜安工作。你剛出國回來嗎？搞 TB 的3年呢。TB 的3年。所以今天我們都不是他的對象。幾歲以下？6歲以下。啊，真的挺哦。好了，現在厲害來風吹，我覺得麗萍姐一定很厲害，待會要小愛帝都還蠻個厲害的東西嘞。有班挑夫席，幫我們拿一下。唐公是娘不卡嘅老爺最好食的係嘛？老爺係乜嘢呢？你阿爸爸咩？哦，你當年都考過蛇牙嘅挑夫席，是這個意思嗎？都老爺呢？哎，都好學的。他研究懂叫。不過麗萍姐呢，係你漢語新傳師。那竹梅呢，厲害了。哎呦，講下廣播電台學妹主持人，同行啦。跆拳道老師。那跆拳道走的簡單展示一下，不抬槓款他幾個教我們幾招，對，防身的啦。退右腳，右腳放後面，然後手拿起來，然後就是抬起來，膝蓋夾緊，抬起來，膝蓋夾緊，對，然後轉過去踢收，對，要喊殺，好，連貫的，對，左右腳預備，殺，然後旋踢1，對 ，OK， 超讚，走向鼓勵。我跟你哦，該行喺堂頭相應的，他需要職能治療師。係啊，你要別人小改一下，今天帶來是治療膝蓋還是1、2、3？來 Q 美洲蘿蔔絲板，這個綠是捏白的捏的嗎？這個是
用艾草的那個顏料，裡面有冬瓜條。所以有香的，香，那個蘿蔔絲懂貼片呢，但是我沒有學。可是玉紅哥是家裡的大廚，是，他魚唔知哦，就是魚時蔥哦，撈一下，賣出來，他還起重機，哎呦，他是起重機逛市場，更不是撈紅絲蟲泥泥，重點是起重機。對，我剛才可以從時間咩就小改司儀啊，給付出去斜槓，除了係職能治療師，還會哪一位專長到台家講？我有在網絡上分享那個怎麼育兒，然後還有教小朋友怎麼陪伴他們。他就寫文案啊，然後自己做一些行銷的。還有 Instagram。哇，最重要，來給你打一下廣告。我是職能治療師工作流司儀，謝謝。大家多多支持追蹤一下。好，沒問題。現在有大家有收到好食的東西啊，不過呢，三下來，你要先來暖身一下，來進行踢館嘅 PK 咯。向前來挑戰，第一關考驗用嘴對食材嘅認識，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唔但唱愛動腦筋，還會比反應，兩片變素養，順來萬人較厲害。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好，又來到向前來挑戰哦，你下吼，從第7季開始哦，你灌算所有觀眾朋友注意期待嘅，因為時常哦，讓大家想象當中的完全冇強弱。因為題目跟答案哦，又相信就冇強弱，就會考驗大家對平常時客家文化、客家料理了解的地區感覺了解。冇唔錯，故說等下兩嘴呢，我來答題嘛哈。兩嘴總共答對嘅成績加起來就代表講師傅做的選幾道好食材來變料理哦。故說迄個人家沒有答對的話，其他的呢窮用啦，我們按照慣例就是領不到薪水而已。係幾道領不到，還也係來變兩道。記得。哎呦，太太。還有你。那我就好了，剪刀石頭布。藍隊先。先來選題目，我哪一張？金光閃閃。OK。他假言講，人家獨嘢盤啊，吼，接上去講4點鐘講嘅係乜嘅？雞髀、雞心、雞胸、雞薑筋、雞頭、雞面、雞腳、雞翼、雞翼、雞面、雞髀、雞腸。哇 ，rapper。B， 哎呦，你係看得清楚，也係看得清楚。用頭。邊樣啲4點鐘就通講。阿婆青好絲雞頭啊。哦。雞頭啦。雞頭。OK，你有講到嘅係4點鐘哦。阿婆咁要造福你，你看下正確嘅答案。嘿，恭喜小妹 B。很強哎！哎呀，客家人哦，日本講嘅4點鐘到底係乜嘅呢？來大家分享一下，4點鐘分別係雞頭、雞尾、雞腳、雞耳哦。你睇4種哦，4點哦，用保留點莫切斷體咯，象徵萬全、萬美、平安哦。而且萬美嘅獨雞盤代表乜嘅呢？就代表講你喺度主人講非常有心意而請大家食飯哦。就等於講完整的一隻雞咯。嘿，錯，恭喜收得1分。好來，風吹要先來題嘞，信誓旦旦。好，10題。哇，試做題還唔會選哦。風吹兩3人嘛，好，等下派3人做代表，限時到30秒當中，成功嘅撈5粒卵當中，其中嘅3粒卵牆撈卵黃，做得成功嘅分開來做嘅爛題咯。還用出上高關呢，馬上來上道具咧。好咯，到底呢，你竹美妹妹哦，唔會踢腳。唔會做跆拳道，有辦法成功嘅撈一個亂網撈亂牆踢開來冇呢？你還需要罐子嗎？踢開來，踢開，分離這樣。我們可以踢到另外一個棚。之前不是有人把那個蓋子踢開嗎？對啊，你走對嗎？你練過嗎？試過。那我們就換成另外一個了哈。沒有，那是另外一個遊戲。信誓旦旦嗎？有，信誓旦旦。好，等一下時間30秒的限制哦，3粒卵黃要出來就走對了，5中3就好，好嗎？好。3、2、1，搶開始。很棒哦，很好，體育家是新貢的，完全沒問題啦。但是速度的部分沒有。哇，爛退嘞！下一個，趕快下一個，不用做表情。慢。
對，所以他要必須一次，對不對？對，你要按好，你不要。你已經把2次失敗的機會用完了。對，你要一次。好，走對，過去。對，走對，嘴部一起加，嘴部一起加。按2次就破了。還有啊，那個錯了。這個有嗎？這個錯了。哎呀，擺台了，慢慢。果然術業有專攻啊。人家是跆拳道老師，又不是蛋黃老師。他才高中而已呢。哎呀，掌聲鼓勵，風吹挑戰選。你等下那個蛋不要浪費，自己要吃掉哦。對。好，3點下來換藍錘。好，藍錘。扭捏。好，來。好，牛同乜豆嘅名嘅係哪道邊來嘅嗬？A 係講夾嘅個字較大粒、較雜薄 ；B 係較合適老牛肉向下來煮。C 係講張開始眼睛係做牛飼料。A。真嘅呢？哎，做乜嘅？哦。因為根據我去菜市場買東西嘅經驗，給阿婆同我講嘅。咁係健康。你們都是靠阿婆誒。那種糖肉人家嘅話。哦。老人的智慧。一定就要聽。來睇下健康嘅答案係。B 阿婆唔錯哦。那阿婆講的沒錯，可是也有別的講法。錯。你一行嘅呢？師兄會講，哎呀，因為佢凍太粒啊，所以按到牛番茄。我最早嘅牛番茄名樣板來呢，係因為有四方面哦，佢都凍管那裡家哈牛番茄凍太隻嘅番茄哈，拿來煮牛肉，所以就。得到兩張名按到牛番茄，假時候記得係拿來煮肉肉就按到羊番茄，拿來煮雞肉就按到雞番茄。我就係認為記得係拿來煮牛肉下多，所以就會按到牛番茄。佢提醒你物解咧，就係因為哦，佢果子哦膠質非常多，拿來煮哦非常的適合。然後一般的番茄冇強用哦，因為一般的番茄啦水凍多，凍唔會爛，冇強用。很耐煮。係啊，耐煮。阿婆講的沒錯啦，啊你。也不用特別跟師從的阿婆講要件事情啊。對。阿婆一輩子的驕傲就是他知道這件事，這樣。唔怕啦，好來，風隊要選哪一題呢？心有靈犀一點通。好，說對，來看一看。你怎麼那麼會選？只有2個實作題而已耶。平常默契好嗎？自我感覺良好。大概大天發正題，大兵一題就大兵來了。剛好2道而已哈，對，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你怎麼那麼會選？只有2個實作題而已耶，全部被你選掉。玉紅哥都準備好。好來，看一下哈，要給等下兩三年呢 Q 哈作答。那麼總共呢有2題哦，答案皆相同，按鈕就算勾管呢。我等下會出題，兩三年的答案要通用。好，你看白板跟這個白板筆都已經不用曬，平常默契好嗎？自我感覺良好。大概大天發正題，大兵一題就大兵來了。哇，對啦，姐妹啊，好，來背對背。哦，等下考驗嘅題目哦，可能唔啲係撈憲法又相關，也係可能是猜這個竹梅有沒有男朋友這件事情。或是幾個男朋友？同時嘛。太刺激了。哦，等一下哦，民主出題目之後哦，寫好，準備好，我們就3、2、1直接轉向鏡頭嘍。好了，好來，請問哈，媽媽最好生哪種水果呢？3、2、1，搶下出。沒有限你時間，請想清楚再作答。哎呦！哇！3、2、1，變過來。哇！很厲害哎！因為你媽媽好學係恁個？她白雪公主。就是叫爽坤的。哦。哎，很強，好來擦掉。哎，第2題難一點吶。為什麼？請問娘妹嘢哈，最鬧什麼該搶菜？有啦，有他有最鬧哎。哎，我必須說，他們2個來，請轉身。2、1，請轉身。太厲害了！滴血認親成功。他們完全沒有猶豫哎。對啊，不過我當到客家料理地步又有芹菜呢哈。他就是槍頭跟牛梅干，這不重要，我已經得分了啦。用皮膚嘴挑戰星座。好，
兩下是偏熟哦。沒錯，剛好2道而已哈。對，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很藍錘。好，我是壽司王，你是嗎？我唔係。那你還是。下杯那種壽司的熱量最大，A 係蒲燒鰻魚，B 係龍蝦沙拉，C 係安哥稻荷。鰻魚。鰻魚嗎？我怕怕公。玉龍哥。市場的阿婆怎麼說？因為鰻魚是一個非常養生的食物。誰說的？鰻魚說的。哦，好 A， 它是用上面的食材來去分析嘅。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恭喜就係 A。太厲害了！我到蘇許地位度吼，到底哪隻熱量吼係前高，哪隻係前低？我大家分享一下，就係熱量最高嘅安哥嘅稻荷壽司，最低的果然就係蒲燒鰻魚啦。那大家分享一下，他們差了有幾倍呢？差了有5倍哦，代表乜嘅？如果你吃一個堅果稻荷壽司，代表講你食了5隻嘅蒲燒鰻魚。你是不是覺得很划算？內容有一種豐盛的團啊！但是到大家分享，到底嘛嘅稻荷，就你文不會動這種叫做豆皮壽司，就是稻荷的意思。那它上面是什麼呢？唔但場有硬果啊，湘西漢味有果乾啊，所以又甜，那代表講熱量真勁凍高哦。嗯，答對了。好，恭喜！讚！你沒出息吧？來，風水上先來題咧。還有3題哦。不敢寫2題哈。改4就先給題。通常它會有個顛倒嘛，對不對？好，客家嘅諺語講到，閻羅王加妹嘅係講乜嘅？A 係見乖唔乖，B 係大家都敵，C 係大家都歡喜。好，挺簡單嘞。答錯的話，送不閻羅王哦。唔記得人用來見乖唔乖啦。麗萍姐，你係信川市，這一題是有地位不保之嫌哦。不是信川市嗎？朱迪呀。閻羅王加妹耶，你就相信你的直覺吧。閻羅王加妹，閻羅王讓我有摸人哦。竹妹妹就在參與啊。好，注意每3秒。唔知咧。3、2、1，搶姐姐。哈？我改做大家都放棄係嗎？好，決定哈。麗萍姐，欲言又止。我堅持是 A， 見怪不怪。好，聽媽媽的。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唔係 A， 唔係 C。你記唔有反轉係講哦，閻羅王加妹哦，鬼唔地係麼？所以哦，連鬼都地哦，連當然美地啊。舉個例子，佢哦得了特獎哦，中了樂透哦，冇老人講，其實哦，閻羅王加妹啊。眾所皆知，抬價獨地，哎，因為閻羅王嫁女兒啊，下面的鬼都知道，啊，上面的人，可是鬼知道，為什麼人一定知道？因為鬼一定會來跟你講。好啦，因為他諺語就是這樣講，雖然大家可能有點想不通，可是他就是這樣。但也恭喜閻羅王啊，皆大歡喜，抬價不歡喜，好嗎？閻羅王摸了一清抬價哦，拜託拜託。哦，唔怕有好多就好。媽真的不簡單。好，來，藍水上先來題。明察秋毫。好，來看一下。東方明飲茶係講哪種茶？太簡單了。A 係鐵觀音，B 係凍頂烏龍，C 係白毫烏龍。哎呦，我只能說你們很會選題。錯，客家人用為唔地呢。對呀。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就係 C。東方梅煙茶哦，真經係客家自講啊！記住要按照蓬風茶哦，佢係乜嘅做嘅？就係白毫烏龍茶啊！佢提色係乜嘅咧？就係佢茶槍哦，有兩隻小綠葉茶哦，佢熬過以後，佢會產生天然嘅香氣。佢發酵以後，會有一隻特別嘅果味香，佢就按照東方梅煙茶。蓬風茶啦，阿哥答對了，恭喜！來。紅隊這一題一定要答對哦，不然差太多分了。所以每一題，好來，打瓜子愛啲嘢，咁麼解？他趕緊對瓜子的時間不會老縫亂，給亂學哦哈，弄到碎碎，椰到也嘅中撲蛋糕，係代表乜解呢？A 係講老頭白唔好嘅留下來 ，B 係家中年滿，C 係子孫當發達。因為我們是
那個煮糖。哦。沒有那個。我想看一下。嘿。那挑白煙我愛用做嗎？愛用看。啊，記得做嘅煙煙係乜嘅？你平下先，你去看過挑白煙啊？就是龍煙架記得我愛用做。我講一下，我係客家線條，我唔係客家人。哦，好乖啦。嘿，嗰時我知道應該係加速鹽饅，兩 B 和 C 都同槍啦。但係我知道因為係給東北有個安陽人咧，應該知道係加速鹽饅這樣炒。但是對，一定有子孫飛黃騰達，一定是有這個意義在啦。祝福嘅意思。係啊，係應該有。哦，可是黑老給弄碎碎哦，弄碎碎就自順，那個絲哦，從子孫強壯啊喲。竹梅這個歪頭的意思。係完全相唔同。好，那就談阿妹了哦。C 係麼 ？C。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其實係 A 喲。哎呀，唔怕。呢種係傳統啦，客家人嘅傳統，就是客家人掛紙掛梯之後，為了風亂嘅亂好，烤到碎碎，到木筍哦，嘅土堆當個哎呦熱上去，啊代表嘛嘅咧就係嘅之前哦講過唔好嘅話，也係做過唔好嘅事情哦，留下來，然後所有好嘅東西就現充哦，就攞嘅亂哦食落去，好嘅東西食落去之後帶轉去，祝福之後未來都可以順順利利。係安樣嘅意思啦。唔怕，你有學到就好哎。難得有3分，我們現在差2分，但沒關係，大家料理嘅時候夠加油了哈。好，來看一下師傅做的餡西紅柿菜。煎咧土條板嘛，土條板。好啊，民族嘅咧。唔，一定係亂啦嚇。黑雞亂，他看到有陰影了。他就幾種。好嘅，嘛嘅，還有一號。還有一號。我配嘛嘅。熊牙哈，去死！氣死好啦，氣死。哦，好，哇，蛋白質餐呢？真的，師傅已經先好食，觀眾們有沒有來吃上看啊？都帶師傅溫柔來變化嘍。師傅上菜了。好了，師傅呢，給我們先到5項、6項、4種難安豆啊，這個下錯。一直我以為我們紅隊至少有答對2題。一題沒關係啊。好，那請問一下催眠係咪解？你看，給你走步步高升啦。哎呦，祝福一個御寒吶，御寒節。走亮。步吧，有水條板啊，夠啊，有卵啊，起司樣的，都是高鈣，高蛋白。先你係就那個切了哈，就油咧，那個切了速度的問題哦。水條板。哇。其實水條板分動都有種有的係客式的，有些港式的，那差到哪啊？其實係用底部的料啦，一般你較愛可能冇用按豆料，可能是水條好豆樣。啊，你下有冇用咯？還是用？這個是麻煩竹梅做的嗎？這是我剛才竹梅的蛋嗎？可以打好了。感謝竹梅哦，感謝。他先幫我們打好了，他剛才有打快3顆。對，先打好。那真的是我們的，因為我看到有2顆完整的，有的冇大，有的有大。哦，做蔥花卵，待會兒緊緊係煎水條板，還有煎卵那用嘅。那5步2用到哪？5步咪用落來啦，啲咪。哦，小朋友動好些呢，沒動輕重。然後撈胡椒粉係嗎？好，對。其實那種剪剪那就好呀。對呀。哦，沒做對了哈。很多呢。好。還有失傳劉小姐。很多那個胡椒粉。應該你等下會用個起司片，所以用啲啲燃燒。起司片咩？打開來。我老老啲哦。用睇嗎？不要用睇。哦。可是人家水迄人嘅牙劍唔可以用啊。他用愛發電。等下煎的時間其實會溶睇咧。不要有點粘性。蔥花撈起司的比例就看公斤啦。公斤。所以我早餐店做點都壓出吹，他也是做得到啦。做對啦。一食出都有啊。係啊。哦，愛混啊。我還知道講現煎卵皮呢。等下水妹當個煎卵皮。哦，這個溫度夠溫度也係帶溫度。
中帶啲啲哦。兼下隻蝦是手工拉的。好香哦。有哦。你以前試吃團有吃過哎？奶當有試過，讚哦！哇，難道手指公哦？佢都係個加一些酒。我會酒啊，果量也係嘛嘅。唔好，果量咩好啊？新冠鐵果啊！好味哦！哦，安驚哦！哎呦，そうですね。今天切到安用像金鑽形容誒，真的金條哎。嗯，真的有祝福的御寒。有步步高升。安用感覺啦。等下輪下攞去煎睇。哦，因為咱做阿哥帶今天凍凍年來哦。你看讓螃蟹嫩嫩的人山人海，我都快呼吸不到氧氣了。可是你等下會勾前亂不用都蛋糕嗎？那我嘅人全部炒的全派哎。港式這樣子。那這樣就少干貝醬。哦 ，XO 醬。我覺得。哎呀，港式好像是從少唔得 XO 醬呢。對啊，感覺御寒姐有帶。你要不看幾條凍豆？不開凍豆。好，跟住你係卵，你係炒。哇！比我們家軟皮那個蛋餅皮、軟餅皮那種的。可是你個周圍係炒蛋係嗎？炒卵係炒卵，因為本嘢嘅起水溶體去，但是做成醬樣應該黏起來。哦。滑蛋嗎？仲加起司醬樣嘅淋上去。我哋生意嘅真愛食咯。嘿。發瘋咯。哦，你安用哦。現在呈現一種很微妙的狀態。嗯，不過就你要堵好你要西掌嘅水好些的哈。對。滑蛋樣嘅。很快速哈。哇。哇，好療癒哦。嗯。完了，這真的少辣椒醬。真厲害。蔥花啊，給上去。哦，再個點一下。哎，這很厲害，我以為它只是炒蛋，原來永州很有創意耶。結果變做一家台灣的。嗯，真的。他在做中央山脈。好，海岸山脈給他一點。來，步步高升。按鈕去後 C 嘍。來，不是飛個上山。哇，步步高升啊，九波抬槓。對，不過人家就剛剛有看見有周嗎？有，稍微看一下，你一定想不到。嘿，該地步又慘嘛該。是看啊，先。就剛才有看啊。來，有暖呢。你貢獻了，該地。哇。上面那個很好吃。哇，嫩嫩的起司醬。起司蛋啊，起司蛋。哦，鹹香鹹香。雙倍蔥花蛋好，我講一種氣勢，要懂真的。還有其他蔥法哦，又分兩層，其實真係叫到軟地鬼嘛，你可以也上皮。哦，它的那個味層。層次啊，嗰度層次很棒。哎，我覺得這個口味對20歲以下已經夠動稀罕。很香，很好吃。好，等干嘛一條，然後最後這些都會根據剛剛太七嘎答對的題數獻出來色彩，編出來算是輕冰箱料理。因為上次本兄弟都要得懂豆嘛哈，我們有編發，我們會膽槍一轟，剪羅配半聽聽，就做了雌雄款難呢。好，吃飽喝足了，最杯麵一館兩個要講紅隊，我加油了哈。好，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做下練功夫，請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
上來萬人做嘅料理，本人食到會前面咯。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依家自助準備好愛上菜了。好啦，來到最背面一關咧，吼，也嘅代表龍潭嘅也嘅公園，那到尾係代表屏東嘅公園，好冇？都帶溫陽班人咧，規個台灣一下都會準時的看哦。冇錯，2300萬嘅觀眾朋友看呢哦。冇錯，先問一下，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各自鄉嘅鄉土菜節。哇，湯起來當空鉗呢？對啊，有夠哦，而且用那個生菜嗎？黑蔥，哎呦，有一些蔥做蝦鬆案的，係嘛？有啲係蔥。韓國記得就準備麗萍姐最好食嘅。令哥，她白雪公主啊。係啊，因為冇圈菜咯。挺好嘅。可是倆出菜係用個係咁用嘅，做乜要先倆出菜來做最後？因為我們客家過年的時候很多的肉類嘛，那就是豬肉可以拿來炒牛哈，但是給牛那樣找天地才冇年色。過年我就看熟看奶奶，他說媽媽這道菜我要吃，我就覺得很奇怪啊，那雞胸肉沒有人愛吃，好吧，那我就照着那個這樣做，結果他是最愛吃的，所以我們過年的時候啊，丫頭料理咧全家大家都請好食了，真嘅，係啊，你唔會打掃，暢銷菜，因為來咗最好誒。好哦，等下看一下人家的那種變化。老太太講，最背面關有信心嗎？有，加油哦！加油！再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哦，帶來嘛嘅好食嘅菜名按到客家羊頭腐。哇！唔單止有菜名，還有動作呢。而且是一個有殺氣哦，不知道為什麼挑夫他要這樣。你才是跆拳道老師吧？這個客家羊頭腐係萬人最好嘅，怎麼解會拿來做比賽料理？啊，不是跟煮菜啦，哈，啊那邊啊都會經常來變化，啊邊啊看到有啲食材，啊那邊係客家嘅，啊那邊啊都去做呀，感覺到啲米絲啊，客家米絲啊，都香啦，個米絲也個重，係啊，食到客家人都客家人食，感覺到好食。都感覺到唔會差，真的哦！你以前試吃團有吃過哎？奶當有煮過，有比讚哦，讚哦！難道暑期共哦？好，非常高度期待哦！最尾一關有信心嗎？有，好，加油加油！好，兩區已經準備好勢，馬上來倒算3、2、1，搶開始咯！開始了。那麼想問第一個係先玉米，要處理嘛？聽啊！自己自家 DIY， 可能我不用嘛，該都做的。哎，用個意思，你所以處理用布妞就好嘞。沒有，他只要放下去。那個完整道菜。愛煮的就會用布妞。錯。所以亞波卡就你老阿哥兩屆。我弟弟。哦，三屆。你有姐姐？沒，你係姐姐。我姐姐。跟你那拜有上我做嘛該嗎？蔥狗誒，主持。哦，蔥狗誒。你的歌路是哪一種的？ R&B， 哇，山歌，好混搭，好 mix 哦。因為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做啲真嘅兩體嗎？用誒，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從山歌嘅動作去鉗上大那個嘅轉音啊，R&B 咩？你有下勾勾誒嗎？正在嘗試。哦，好厲害哦！啊，人嘅客家係。爸爸從細教，爸爸牧行人從細就會老愛講客家。好好哦。佢嘅幼稚園唔好講國語嗰種。哦。同屋女人個眼，我國語冇落去講法，冇抄記。哦，冇關呀，咩會講客家？加來台灣當開始學。加來台灣，你係台灣人啊？你本身你好厲害。台六年。台六哪裡啊？嘅廣州，我本出世喺東北。哦。係完全唔會。可是你長得十分台灣呢。哦，你完全冇該強呢。對啊，你注定會做台灣人呢。心跳哦。好，你等下過來哈，不用茶錢，皮用感情哈。好。哇，應該，你一定手工藝做好咧。為什麼有一點不用挖洞？溜不太敢看，溜不 any 看啊。對。就證明是給其他人。然後這個是香菇切好的，就放。哦。要出春黑，你自學，要還講
去萬年港呢？其實喺苗栗方面有啦，哈，也係啲客家菜，也有糖果啦，糖果那邊都聽眾咧做，感覺到幾好食啦。講人哋食材都啲，已經改香嘅啊，係啊，挑油過係冇？咩？蠔油，蠔油，哥還有呢啲挑油，就得，謝謝，感謝。司儀呀，結婚呢，你平常會做料理嗎？平常有啊，真的。但是都做一些放冰箱，涼拌的，用嘅白嘅，一啲花生油，一啲香油，一啲飯頭油，飯頭油那個香，客家人全好用飯頭油，還有嘅，有啲客人專門用嘅紅蔥頭，係啊，啲都係個解是椒。我去椒啊，果量也係嘛嘅，唔好果量咩好啊？成本貼果啊！這裡還有蝦子耶。好，司儀最好是爸爸煮嘅嘛，改料理。個還有呀喂，都切嘅蔥哇，這配菜呢？蔥白啊。那個滷竹牛啊，就可以吃1個禮拜。沒有啦，冇啦。空用嗎？那你下來滴一下嗎？係，我用特別個河。好啦，安妮等下鍋都進來哦。好，葉老公做一下，下鍋了。挑梅，黑胡椒。那你做得高點嗎？走的，因為我擔心這紅椒的安全。直接按你直接按你。這樣切。嘿，之前要特別。這樣子也切。你那樣切，佢就會切嘞。你那樣切。做乜嘅？我開咗時間頭面就講，你等下做主持喺度講下嗰個片開。錯。嚟咗節目啊？跳绳夾棍。那很適合你誒。你夾棍係嗎？夾棍啊！係咯，嚟咗線上上下就搭係嗎？係蜜蜂線上。哦。嗱，時做啲糖果。就係禮拜三嘅下晝4點半係廣播嘅，5點係 podcast。大家準時收睇哦。還有閃光光棍，可是亞出出要老師傅講，它這是一道愛的料理。為家來而走誒。沒錯，懂有心誒。一般來說，文麗做蝦鬆嘛，雞胸肉我們很常有啊。那你用做沒懂後哎。令狗忘記切了啦，我來切令狗了。媽媽不是緊張，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哦。對面還在挖豆腐。哦。令狗削皮嘛？這個不用，因為營養師說哈，蘋果的皮哈50%的營養都在皮裡面，所以我們把那個皮啊已經清洗乾淨了，大家放心。等下會沾沾水嗎？有，一就會沾水。係。因為這樣唔會這樣怕啲氧化。竹梅現在很厲害哦。你也負責美麗的部分。我先不要講好了。給得，哇，安迪，你吃好幾天了。好，下禮拜就過來吃那一檔米心，還好。寶寶好溫柔哦。你怕唔是媽哥司儀吼？剛剛才罵我，切不夠細哦。先幫你準備一下，擺醬落去哦。好。哇！那要乜飯係乜噶？有加那個蠔油、醬油、香油，香香的東西放進去，神秘的東西。也要放一點點。糖啦，糖鹽也要一點點。再加一點。寶寶好溫柔哦。你怕唔是媽哥司儀吼？剛剛才罵我，切不夠細哦。我們原音重現一下，感受一下，對嗎？你剛才不是說要加糖嗎？他剛剛說要加鹽。應該是要加鹽才合理吧？等一下啊，就是這樣子收汁就好了。好。你講哎，偏兇啊！你還在切哦？他很兇，假的。我覺得他再怎麼兇都很溫柔。玉安哥，你之前可以做老師嗎？有做過。我哋金門要教高見啊，對，金門國中啊，搞那方面那種。天咯，我本身都做天咯嘅。哇，好厲害哦！你可能搖搖啊。你一下冇一個教到彰化嘅相機嗎？喺本來係國限啊，
你做的是哪一種？係都其他都出嚟了。會去找他嗎？會去彰化？不會啊。對。看你要不要去屏東起上來嗎？冇可能。這就東西喺崖爬上來。最近落水啦，要風菜。係，你都差唔多都可以嘅啦。滑滑菜係可以來過好看啊！其實都係。裡面做的是一條醬汁啊。對。啊，講入面啦。好，來倒酸咯嗬。好。天長馬上來倒酸。 10、9、8、7、6、5、4、3、2、1，七點到。馬上來試試看啦，最杯米館那部卡米西卡真的嘍。來本期嘅總賞品。厲害！點解兩區呢感覺都較哎呦走養生路線的呢？非常的抗健哦。來，先來吃生力風吹料理，好唔好？好。很清爽哎。韓國因為香布妞啊，這都油油之後哈，店頭就根本唔會食腥。而且媽媽調味調都懂。我感覺還有頂轉。冇時間拍會重炭。咁好食，嗰樣清爽，幾好。哎，今後是保秀，真的很好吃。今後是，這樣。你吃好幾天了？好，大禮拜就都在吃那一檔米西，還好。真的哦，所以地博的雪菜還經過這個嚴選呢。嘿，因為那一種米西老那種米西夾香下較好。選到現在。非常用心，大家就寫得出來。冇錯，嚴選呢。撒下來有些還是藍菜哦，牛豆腐。試試看下豆腐哦。哦，非常享受誒。cái醬哦挑到度好，唔會過鹹，因為你下係蛋漿餡。下面係高蛋白嘅料理。你吃牛排？用，跟用米跟鹽，還蠻色就比還有藍水是出來的。多加。媽媽吃到嘞。真的很棒。唔知係嘅中到嘛嘅東香，佢調味醬係嘛？佢們兩區哦很有默契呢，全部做為黑牛。算是減脂餐。錯，大家做啲轉移吼，互相交流學起來。今日頭前哦3比1，藍隊領先2分，都在最尾結果營養版呢，殺殺來看。緊張了都在最尾面，甚至會係營養版呢。我先來請兩位師傅哦，今日你風吹做嘅料理來搶分數。4分，大總比4分，也是很好的成績。好，殺下來看一下藍水得到幾多分。5分加總3分8分。先來談一下玉涵姐嘅貢品。應該先講紅水，紅水嘅調味其實幾好啦。藍水嗬，嘅釀豆腐嘅客家傳統嘅料理，啊，已經不有顛覆傳統，冇按油，唔過嗬才失敗。第杯嘅保秀粉嗬，要失敗上。不過甜起來特別嗨係嘛？厲害啦！好，3點，盧準備盧師傅。哦，一兩片吼，像有七家的來放式啦，一片你正差都會親到咧有香味的東西。係講在炒香布牛的時節啊，仲咧用到蒜頭啊，原本就沒嘛，啊用到咧蒜頭啊、辛香料有香味的東西，幾下時來會很老香。有點無香嘅層次啊。啊一片就像安姐咧講嘅，建議你喊嚟分開來，挑啊一開始可能撈你係醬料下先煮，跟住啊，不過咧切油邊下分去燒，哦分去去撈醬料熟起來啊。這片不一樣的當中有，平常生意做到關，可是又想不出來，還做得鄉村馬食材，感謝師傅不然厲害的提點哈，果然就是高我們一等，厲害。好了，壓軸成績已經出來了，馬上你出來頒獎嘍。勝負6歲哦，也給對體管 PK 的時間，你長知識，最後米管的時間拿出本的成績已經出來，風吹總共得到5分，藍水得到8分，先來恭喜藍水嘍！好，我恭喜一下藍水哦，兩敗總冠軍得到係3000塊嘅加彩金，哇，送本嘅好幸福呀，孝親費。好，艾莉。
風水哦，得到一個啊，我跟你說重量級超過3000塊的重量啦，一台的大容量鑄造大寶鍋。哇，又臭哦！兩百種兩個傳家嫁妝。他們電長球誒，你還講過重比呢？對啊，做家，嘿啊，爸爸就愛你講。係啊係啊，哦，羨慕你哈，今年兩屆哈都會每個都會參賽。其實我覺得很感動，是一開始哈，聽到那董事長說哈，今年都會參加比賽，哎呀，第就獎金，因為他主要目的了是想創造跟爸爸的回憶。好貼心哦。對呀，很謝謝，就是可以來這邊一起跟大家一起做菜。然後我很愛我爸爸，我要用這個方式，來同愛爸爸講，我愛你。看他，這個真的。玉鴻哥哦，我叫出來了哦。其實我哋嘅動作一見面啊，都會上浪。又係對我都卡傳下來嘅都安尼。來讀到我爸爸、我媽媽咁樣，很重要。對對。昨天情緒感受到溫度。係啊。啊，今年老妹要強下來參賽，有咩感受？哦，也係用真一情係妹同埋報名，妹都講好啊，咁乜啊，喺我去啦，我都會去。那下一站我帶爸爸去。屏東。賺蹦卡啦，賺蹦卡。哇，謝謝我們屏東的代表得到總冠軍。接下來嚟問一下朱妹，朱妹妹佢當有想法，有個格當有才情，係咪提拔老媽媽聽下上節目嘛？嗬，係錯，上節目可以提拔啦，冇錯。我知道真件當歡喜，禮拜製作單位做嚟邀請我來入邊。啊，嗰時節聯絡我嘅時節講，我去煮菜，我想講，我不下就點食，係，我去煮菜，我可能冇辦法，我就請媽媽講下，係，啊咩？媽媽真件當厲害，當好識佢煮嘅菜，因為我哋下做道館上班，較少地方下食飯。不過當久咩冇識到媽媽煮嘅菜，啊最近呢媽媽就沒有練習吧，我就做嚟就識到佢煮嘅菜，我會上網去個學習煮菜，然後好，坦白煮飯先。好，你係做飯。你好做道館地圖哈，道館地圖當日就煮呀嘅。沒生意呢唔怪。拍照打卡上傳，我們會去檢查。好了，QT 安師姐，你聽姐妹老太家分享一下，提拔老寶貝女兒，聽下上節目有看見按有想法，有按愛。要不要參加新電影版老太講一下？因為佢係正經係佢就是邀請到他嘛，完之後佢講媽媽用啥去？我都是我要做乜嘅，乜嘅都唔會，所以有點點很焦慮。我說冇要緊啦，就是反正平常我下什麼嘅哈，把我們最喜歡最好的帶給大家，也是其實從營養角度來講還是不錯的哈，係啊，所以鼓手還不錯了哈。正100就幫你注意出菜比賽。好，其實就從煎荷包蛋開始啊，聽一道呢你就做師傅那個加的 cheese 跟蔥花。OK， 蒸一道好吃。對啊，蛋你就可以煮1個月了，而且你還可以吸蛋，你忘了嗎？因為多練習一下。哦，這可以變成你的出道料理。叫佢做夠熟啦。成夢2歲呢，也我有同細年呢哦，唔但唱喺講，也我準備菜色，菜本身也是聽聽，其實做料理係個最好聯絡情感嘅方式。有陣時你知道講，唔啲愛你講出來，就透過做愛嘅料理，本對方來了解。係啊，其實我大家做啲老幾家自主嘅節目，轉做只時光膠囊、時光寶盒，強下來參與，強下來參賽，老哋只非常好嘅回憶哦，留年起來永遠保存。歡迎所有好朋友強下來報名參加一家自主，一家自主等你強下來報名哦，下禮拜再見，拜拜，你感謝大家收看。